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各位兄弟，大家早早，大家平安欢迎大家做伙来共读上帝话。今仔日早起，咱要来请庐山长老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爱他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伫一日的清早，主你就呼叫阮的心，互阮的心通来归向你，互阮一早，阮就向你来献上这个敬畏甲渴慕的心。主帮助阮，互阮透过今日阮圣经的共读，互阮每一个人拢互主你的智慧，主你的教导来充满，真做阮今日一天，阮所有的快乐，阮所有的准则。阮将下面交托你的手中，今日安尼祈祷，希望靠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多谢。咱伫章耶利米书章是18章到20章，这3章是讲到这个做灰人的披露，然后揭破这个灰仔板，然后来宣布这个耶路撒冷犹大所要受的刑罚。总是耶利米有人陷害伊，但是耶利米就祈祷上帝，祷告上帝。所以咱嘛看到章第20章一首哀歌，这首哀歌是这个耶利是罪人的哀歌，耶利米的哀歌，也是耶路撒冷城的哀歌今日咱要进入是21章，这个时间点呢，已经来到伫西底家王的最后2冬时阵然后对21章到23章是拢对有关君王的这信息。咱记得头前1章、2章开始，耶利米伫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传讲上帝话。第7章，上帝爱去到伫圣殿，到来甲这个祭司传讲上帝的信息。然后到17章，上帝爱耶利米去到伫这个君王的出入的城门口来传讲信息。即马到21章，是君王来找伊，明仔载22章，是伊去到伫王宫到王的面前，来对王来宣讲信息所以耶利米书的这个编排虽然无照年代，但是咱当看到一个次序，上帝对伊卑微的时阵，安尼甲伊一路一路带到这所谓的大人物的面前。但是上帝爱互伊讲出上帝话，毋是讲家己的话做真正的先知。伫耶利米书，咱看到这个时代，对约西亚王开始，然后伊的囝约哈书，约哈书阿兄约雅斤，约雅斤的囝约雅斤，到这个约西亚的第3个囝西底家，安尼轮流4个王在做王的中间，耶利米伫遮来服侍。所以西底家是伫主前597年到主前586年来做这个犹大的南国的王，拢总做王是11年的时间伫这个中间嘛是经历这是耶利米书对这个约雅敬做王的时阵到西底家做王的时阵拢总3摆受掠就是主前605年、主前597年以及主前586年分别就是伫约雅敬做王、约雅斤做王，甲西底家做王的时耶路撒冷3摆拄着受掠，3摆受掠拢甲这个耶利米伊拢见证这个见证这个代志的发生，伊嘛发出这个预言来提醒迄当时的王约雅斤西底家。伊在对约西亚王的时代就开始提醒，但是最后这3个王3摆受掠，也互最后这个南国犹大来灭掉。这个今日咱会读到这个尼布甲尼撒
巴比伦王，吼，伊的名头一届出现伫即个耶利米书的中间。尼布甲尼撒，吼，即个王的名意思是愿尼布保护王权啊。伊老爸是尼布波拉撒，吼，是新巴比伦帝国的头一个君王啊。伫主前625当，吼，主前625年，吼，就是约西亚王的时，吼，即个尼布甲尼撒老爸，吼，就开始做王。即个尼布甲尼撒呢，是伫主前605年，吼，做王到主前562年啊，好，所以做王的时间嘛不遮久，啊，40几年，将近50年的时间，啊，来，50几年将近40几年的时间啦，来做王，这个尼布甲尼撒，伊一个做王呢，继承他的父亲成为王之后呢，伊就向耶路撒冷来发动，就头一批的狩猎。所以这个尼布甲尼撒，伫圣经中间出现真侪所在，不管是但以理书还是耶利米书、以西结，还是真侪所在，咱看到伊的另外伫这个尼布甲尼撒伊的故事，咱嘛当来对这个但以理书会当看到尼布甲尼撒伊的故事，等甲咱后一本要读但以理的时阵，咱就看到尼布甲尼撒伊的故事，甲伊所放的这个异象昨咱读的圣经20章讲到先知埋怨家己的境况，咒诅家己的性命，总是这性命是罪人的性命，还是个人的性命，还是耶路撒冷的性命，咱昨已经有做说明啦。今日要继续看的是21章，21章开始一直到23章，拢是讲到有关君王的信息。伫这中间，君王信息，今日21章，头前是讲到西底家王派人去求耶利米大倒，然后耶利米就回应这个人，讲上帝已经要祈祷袂赴啊，爱犹太人投降巴比伦，因为这个代志一定要发生。总是上帝也责备这个犹大王，伊想讲家己真安全，但是伊无听苦劝，直到毁灭来临到，所以这是今日咱要读的部分啦。好，咱即马就来请庐山长老。带咱来读这个耶利米书第21章，请对第1节来读到第10节1到10节。上主的话临到耶利米，迄时犹大王西底家差派马基亚的囝巴士胡尼，甲马西亚的囝祭司西番雅去耶利米遐，因要求讲。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派军队来攻打这个城，请替阮恳求上主，无定到上主会用奇妙的方法，互尼布甲尼撒撤退。耶利米就对因讲：“恁去甲西底家讲，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西底家，你遐会出去城外抵抗巴比伦王甲伊的军队的，我要将因手里。”掠的军武器拢收倒来藏伫城内，我要伫大受溃中用所有的溃力攻击恁，我要攻击城内所有的人民甲动物，因会因为瘟疫死。你甲你的官员以及经过战乱瘟疫饥荒剩落来的人，我要将因交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是要害恁性命的对敌，巴比伦王袂怜悯恁，袂同情恁，会用刀剑杀死恁，袂手下留情。上主安尼宣告。上主搁吩咐耶利米对人民讲：上主安尼讲，我甲活路甲死路摆伫恁的面前，恁家己选择。留伫城内的人，若毋是互人杀死，就是枵死，也是病死。毋过恁若出城去甲巴比伦人投降，就会活。我已经决定，无要赐福气，要降灾厄伫即个城。即个城要交伫巴比伦王的手，伊会放火烧即个城。上主安尼宣告。好，多谢。第21章，上主的话临到耶利米，但是迄当时是什么时阵？就是犹大王西底家差派马基亚的囝巴士胡尼啊，
这个巴斯户尔咱伫进前20章的时阵，就看到这个人的名，伊甲亚利米拍，搁甲亚利米关，伊是这个圣殿的总管，但是这个甲21章只有差1章啊，系巴斯户尔是毋是同一人？大部分拢认为毋是同一人啊，因为这个20章的巴斯户尔是上亚利米已经甲伊宣布伊是头一批要受掠去到伫巴比伦的，所以在605年时阵，伊就受掠去到伫迄个约雅敬的时阵，就受掠去啊，所以即马是西底家已经是主前588年，所以这代志已经发生，经过差不多17年以上了，17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见的巴斯户尔这个名渐渐毋捌出现。但是检测是伊的后裔，还是伊的亲人？我们在使用这个名，但是这是王所册来，表示这个嘛是一个有权有势，是伫王身躯边的人。然后佫有祭司，这个西番雅，就是马西亚的囝。这个西番雅甲咱咧读这个小先知的西番雅嘛，毋是同一个啊。所以这两个名字呢，都取得看起来很拢同款，但是是不同的人啊。因来遮甲来到遮，因要求讲，讲啥物呢？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派军队来攻打这个城，请退管恳求上主，无定着上主会用奇妙的方法，互尼布甲尼撒撤退啊。所以这是第3摆要受掠进前了。这个时间点呢是在主前588年，就是耶路撒冷要灭亡，犹大国要亡国的前不到2年的时间呢。耶路撒冷犹大亡国是在597到596。所以无到2当的时间，这已经是垂死前的挣扎。但是呢，因在期待下面，王西底家伊无家己来，伊在期待，伊派人来，伊嘛派谁来？伊是来加讲，第2节讲，请替我们祈求上主了。和本说，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这个求呢，就是一个求助、帮助，它有那个祈求帮助的意思啊。所以因已经无法度啊，因为已经头前2摆巴比伦的军队已经攻打来啊。进前咱看到伫这个18、19章的时阵，这个巴比伦的名字头一摆出现是这是20章，20章的时阵，巴比伦的名头一摆出现，耶利米就非常的惊惶，原来这个北方来的这个对敌就是巴比伦，即马已经来过2届啊，因拢知影这个北方的军队是啥，因嘛知影进前亚利米所讲的预言是真的，但是因毋知是毋是佫有第3摆，因嘛真紧张，所以就来求亚利米，上帝凡事当救因，亲像救希西家王西西家一样，脱离亚述的军队、亚述人的手啊。亚利米安怎甲因呢？上帝已经甲话传互亚利米，就叫这2个人，恁转去甲西底家讲，上主以色列上帝安尼讲，西底家，你遐出去城外抵抗巴比伦伊的军队的，我要将因手内的武器拢收倒来藏伫城内，就是西底家派军队出去手上带的武器，上帝都要甲伊收倒来，让他们派不上用场，因为上帝讲伊要伫大受气中用所有的溃烂来攻击你。所以上帝是在愤怒当中，对马拿西最王的时代，上帝就定着要互这个国家受刑罚、受管教，要互这个城来甲伊关门，让他关门。纵使因安怎做垂死的挣扎拢无路用，甚至上帝佫伫遮反过来，严严的郑重的警告他们，上帝不是只有收因的武器，互因无溃烂，也要攻击所有城内人民动物，拢会因为瘟疫来死啊！外口就军队内底个瘟疫，所以这个天灾人祸，实在是非常的惊吓。你就是西底家，甲你的官员，派来遮的祭司，遮的官员，个所有的，拢已经经过战争、瘟疫、饥荒存落来的人。我要将因交予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哇！所以已经从瘟疫当中活下来不简单，从战争当中活下来不简单，从饥荒当中存活下来的人不简单。
好，这对咱台湾人来讲，好，有很多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一生当中经过战争、经过瘟疫、经过饥荒啊，好，总是会当个活落来，好，无简单。但是这活落来人呢，上帝讲，我要将因交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伊就是要害恁性命的对敌的，好，所以最后就是死在他的手中。哇，所以四道的网罗，前面忘记是哪一章，好，有讲到四道的网罗，巴比伦为人命令。为同情恁，为用刀剑杀死恁，为用刀剑杀死恁，为手下留情啦。上主安尼宣告，好，所以这等于是一个绝望的信息。他们是带着盼望来祈求，要求见上帝，见亚利米，但是呢，最后因所得到的是非常的绝望啊。上主阁继续吩咐亚利米，嘛爱对人民讲，人民啊，就听我甲恁。我甲活路甲死路摆伫恁面前，恁家己选择了。好，这个真的很像《申命记》28章。好，这个上帝透过摩西对这旷野中间人民，因要进入流年甲密的地进前，好，因就是家己选择。好，这个所在上帝有留活路甲死路，家己选择。听上帝的话，顺探上帝的话就是活路，唔听就是死路，就是咒诅，就是一路失败，直到见不到上帝啊。留伫城内的人民，那唔是互人抬死，就是饿死，还是病死。唔过恁若出城去甲巴比伦投降，就会哇。这个在现在台湾来讲那无可能啊！你若讲这个话，举白旗双手投降。安尼呢，当然去用没事啊。但是呢，咱知影这个时间点，是上帝已经战争已经早就开始啊。这个瘟疫嘛来啊，饥荒嘛来啊，刀剑嘛来啊，这个抗旱嘛来啊。所以上帝已经出手出动手，所以因根本就是上帝爱因拢要点伫遮的人拢要死伫遮。因为上帝就是要毁灭所多玛、俄摩拉同款。但是愿意离开所多玛、俄摩拉，愿意出城的人就会得到救。即摆嘛是同款，上帝定着要来毁灭耶路撒冷，愿意离开耶路撒冷的，原来要活落去的机会就会活。我已经决定无要束缚去，要降灾祸伫耶路撒冷这个城，要交伫巴比伦王的手，伊会放火烧这个城，所以火烧耶路撒冷。是主前587到586。第三摆林布甲尼撒来顺，照先知所讲的，无一块石头会伫另外一块石头的顶管，就是拆个金光没有一个墙是站立起来的，拢拆甲拢毁坏去啊！所以地告因在所罗巴伯被掳归回来之后，那个耶路撒冷圣殿根本报废，无法度因啊！甚至他们回来连重建都建不起来，过了20年以后才又重建起来。后最后4节，搁请庐山长老传咱读11节到14节。上主吩咐耶利米甲代笔的犹大王说讲：恁着注意听我上主讲的话，恁逐日着秉行义，对欺压的人的手解救受压制的人。才免恁邪恶的行为惹我受气，亲像火得到无人拍的花。耶路撒冷，我要攻击你，你坐伫悬悬的山顶，亲像大鸟，踩伫平原。你夸口无人会当攻击你，会当攻入你刀闪的所在。毋过，我要因为你的行为，甲你处罚。我要放火烧耶路撒冷的宫殿，大火会吞灭城四周围所有的一切。上主安尼宣告。好，感谢。伫上帝安尼真无留真面啊！甲西底家王派来遮官员祭司，继续甲因讲遮审判信息。其实咱嘛当看到上帝原来要互因有一条活路，这条活路就是赶快举白旗投降啊！但是这对于因为当时的人来看那有可能这可能就是叛国贼所以亚利米嘛，因为有可能安尼去用骂你怎么出卖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国家这么没有信心竟然要我们投降巴比伦你这耶利米是叛国贼
但是这咱伫后壁看到，上主吩咐亚利米甲代笔的后代，就是犹大家的王室就是所有的犹大列王。恁着注意听上主讲的话，恁着秉公行义，对欺压的人的手解救受压制的人，才免恁邪恶的行为惹我受气，亲像火在刀无人拍画花。所以咱对头前看到这有看到上帝对几项代志足生气的，头一个就是拜偶像的代志，伫这个迦南地、流年甲灭的地淫乱、属灵的淫乱；第二个就是不公不义，对社会或者的弱势无照顾的上帝足生气的；第三就是上帝对这无守上帝的约的人真生气啊！因为这个人袂记恁摩西上帝甲因所立的约，无来遵守。第四就是对这假先知、传讲这个假消息的人，上帝足生气，因亲像诈骗集团。所以上帝宣布，搁一届耶路撒冷，我要攻击你，你坐伫悬悬的山顶，亲像大石踩伫边缘，你夸口无人会当攻击，会当攻入你得胜的所在。就是他们自以为在耶路撒冷城，这个高处，无人会当。毋过我要因为你的行为，甲你处罚，我要放火烧耶路撒冷的宫殿。大火会吞灭城市周围所有一切，上主安尼宣告。所以这个咱伫遮看到上帝伊真重来处罚。明仔载咱要来谈是22章因为明仔载咱要出门去淡水来做耶和华礼拜，然后来集合坐车，所以明仔载今早较长，所以我先读一摆，因为咱即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读了以后呢，咱请咱大家嘛当先好好来了解，明仔载咱较简短来讲即章22章22章，上主叫我入去犹大王境，甲坐代笔王位的犹大王官员，以及耶路撒冷的人民讲，着注意听上主的话。上主安尼讲，恁着秉公行义，对欺压的人的手解救受压制的人。毋通虐待，也是用强暴手段对待外族人、孤儿寡妇，嘛毋通伫即块土地留无辜人的血。恁若切实遵守我的命令，坐代笔宝座的君王，甲遐个官员人民就通坐马车，也是骑马，经过城门入王境。毋过恁若无要服从我的命令，我只家己立誓，即个宫殿会成做风暴。我上主安尼宣告。对我上主来看，犹大王宫亲像基列，亲像黎巴嫩的山顶遐尔水。毋过我要互伊变做风暴，无人徛起。我会派人来甲伊毁灭，伊会带宝头来错断遐个白香枪做会跳，来甲伊灭落火。为有真侪外族人经过即个城，互相讲来讲去，上主是安怎安尼对待即个大个城？有人会讲，是因为即个城的人违背上主，伊的上帝甲因立的约，因去服侍敬拜别个神明啊。第十节，犹大人毋免为着已经死去的王哀哭，毋免为着伊悲伤，就为着伊的囝约哈斯哀哭，因为约哈斯受了袂阁倒转来，袂当阁看着家己的乡土。有关继承伊的老爸约西亚做犹大王的约哈斯，上主安尼讲，伊受了离开即个所在，永远袂阁倒来。伊会死伫迄受了去的所在，袂当阁看着即块土地啊！这是约哈斯。有关即个人有才华伊用无公义的手段去家己的宫殿，用无公道的方法去楼仔厝，伊互家己的同胞做白工，拢无互因工钱。伊讲，我要为家己去高楼去关楼大厝，甲厝开窗用白香茶装潢，壁旁插红色。你用白香茶做高贵的宫殿，要表示你比别人较牛做王是无？你的老爸兼毋是秉公行义，一世人享受福气，事事亨通。伊为着困苦甲散车的人伸冤，迄时伊事事亨通，这兼毋是因为伊真正捌我。上主安尼讲，这是讲约西亚王。毋过你的心捌，加单看着家己的利益，流无辜人的血，欺负压制人民，所以针对约西亚的
犹大王约雅敬上主安尼讲，无人会为着伊哀伤讲，哎呀，我的兄弟，我的姊妹，无人会为着伊哀哭讲，哎呀，我的主，我的王。伊像埋葬，亲像人得大驴啊，互人拖走，迄出去耶路撒冷城外。20节，耶路撒冷的居民啊，就爬上黎巴嫩山大声喊，去巴山大声哭，去摩押的山顶大声喊，甲你结民的朋友拢受拍败啦。恁早前安定的时，我警告恁，恁拢毋听，恁对少年就安尼毋听我的话。恁的首领会互风吹走，甲恁结民的朋友会受掠，恁拢会受侮辱，因为恁的所做拢是歹。恁住伫黎巴嫩伫百香茶起的宫殿，恁掠最安全，灾难一个到，恁会亲像妇女人吹尊哀痛苦哀叫。24节，上主对约雅敬的囝犹大王约雅敬讲。我要指我永远的活命立誓，虽然你是我正手的手指印，我嘛要甲你拔倒来，交互遐个你所惊要杀你的人，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甲伊的军队。我要将你甲你的老母赶出去外国，去毋是恁出世的所在，恁会死伫遐。恁真爱倒来，毋过永远袂当倒来。上主讲，约雅敬兼毋是亲像一块破喙。无人要摕的，无人要摕的盘着，是安怎？伊甲伊的囝儿、查某囝拢受挟夹，流亡伫外地，大地啊大地，着注意听上主的话，着记一笔。这个人无好事，是一生拢无成就的人，伊无后代继承大笔的王位。通继续统治犹大，上主安尼宣告，所以才会轮到这个西底家王啊。好，今日咱睇这个第1章，咱会当看到一集是这个21章的12节啊。这个12节就是从21章的11、12节啊。好，咱对11节读到12节，上主吩咐亚利米甲大笔的后代犹大王室讲，恁着注意听我上主讲的话，恁踏入着秉公行义，对欺压的人的手解救受压制的人，才免恁邪恶的行为惹我生气，亲像火得刀无人拍花。好，要天天执行公正的审判，从欺压者手中解救被压迫的人啊！好，愿上帝的话提醒咱，也帮助咱，也互咱当顺探。多谢卢山，好，带咱今日读圣经，请咱做伙来祈祷。现在主上帝，阮感谢你，阮看到亚利米对于少年到伫都市也是乡下，甚至到伫这个圣殿的门口。伫城门口，然后即马是王来甲亚利米求，上帝已经通过亚利米来向全国、向君王来传讲信息。这个过程真无容易，总是我也看见亚利米伊的改变，对袂当顺服到完全顺服，对无了解到完全的明白，也愿上帝的神甲阮指点，甲阮同在，互阮明白上帝你的心意，也互阮所做所讲所想的，拢会当合入主你的旨意。主啊，也祝福阮今日下晡有这个 A1 的课程，明仔载有要去到伫真理大学这个野外礼拜，也求上帝看顾保守，祝福阮有好的天气，也一切的计划都当顺遂，也互每一个人都当得到平安，也会当经历上帝你的恩典甲祝福。感谢主，赐阮今日的话，互阮会当来遵守。安尼祈祷恳求，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多谢大家平安，多谢。